咱本人咧开会中间吼，是较先什么倒一方面的作风。我会记得有一场印象较清楚，迄个时阵，迄场是动新加坡。然后头前咧开会上，然后我就咧开玩笑咧，后壁讲安尼讲，啊其实咧，你后壁你也即拍，即要做电子的，也是要来一个 DJ 啊，咱去帮 DJ 袂歹。然后伊就讲，安尼你来啊，我讲莫开玩笑。到尾新加坡迄场，我真正当带顶帮 DJ， 对啊，因为变做伊是，伊咧甲你讲讲，然后哦，足认真的。你有变做我想讲，咧讲的上假，伊咧开玩笑。然后到尾到现场的时阵是迄机器准备好啊，对，啊就你差不多还去哩哈什么？然后就变做接音乐作干，然后搁先煞搁接 DJ 安尼。安尼算迄个方式过去啊，因为这个代志无经过音乐总监呢，音乐总监是所有甲音乐有牵连，拢要互我知。伊这无对，方式过去啊。但是我是后壁我就感觉这经验是袂歹，所以后壁较有经验嘛。反正就是要做，你就去做，你也惊后壁无机会。你也譬如讲，你就一直做，我唔知我会成功还是安那，至少有做啊。